由文策院所举办的创意内容大会，利用科技的新技术结合台湾原创内容，将各种影片的情景全部变到民众的目睭前。用 VR 装置体验原始比例天桥顶的魔术师剧中的场景。创意内容大会的未来内容展示区，拢总16件作品，规划4个展区。 有大脑视野、机体延伸、意识探索空间以及 XR 体验。展览规划者黄伟伦表示，虽然展区加入侪科技运用，毋过袂感觉有距离，颠倒会当伫遮找到心内温暖。 这一次我们针对用5G 的力量，然后去让台湾的森林的一个森林剧场，它能够原始重现在这次的展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5G，然后跟光合作用、跟树叶都可以一起发展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亮点是，这一次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台湾第一次用大地艺术家跟科技以及 VR 跟 XR， 他们其实这种混合体的状态，然后在整个土地里面做对话。 利用5G 网络播送新人优故伫目沙老庄山剧场的画面，运用科技打破空间的限制。但虽然它不是像其他的展览有 VR 体验的，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360度的优人神谷他们在场上的他们的训练，而且这个训练是即时传输过来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旁边有真人，就是直接在现场示范。那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非常的特别。 再来看另外一个展区，台湾 Hype， 因为已经取消伫全球上大展会西南偏南艺术节的展出，展都有机会伫台湾头摆公开。展览透过传统民俗、科技加数位创意结合，呈现台湾的丰富不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5大展区，然后它其实不管是从农业、纺织业、制造业，然后还有就是永续环保这一块，然后还有我们的新创产业。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底层是台湾的产业，但我们放进了像是互动艺术啊、工业设计啊、建筑不同的文化面向，然后希望能从我觉得各个角度去让大家看到台湾真正的一个美好跟新的可能性。 台湾 Hype 展区号召30组团队交流合作，重新呈现传统产业的能量，打开研发加创意的各种可能。2020创意内容大会伫今仔日正式开幕，主办单位文策院表示，毋但要互国人看到台湾内容产业的丰富，更加要杀去国际市场，互世界看到台湾无限的创意能量。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